為咗方便各位學習，以下落嚟嘅片段將會採用鏡面示範，大家只需要跟住畫面嘅同一方向去練習，咁就可以啦。長者防跌，健樂十式。熱身運動。一、頂天立地，右托左岸。一、二、三。左托右岸。注意腰要挺直，按掌，手指朝前，掌心朝下。托掌要從耳嘅側旁托起。重複，右托左岸。一、二、三。左托右岸。一、二、三。二、神龍擺尾，右轉腰，兩手平舉指肩，屈曲嘅手不能超越中線，手指朝向直後方。左轉腰，兩手擺。一、二、三。重複，右轉腰，兩手擺。一、二、三。左轉腰，兩手擺。一、二、三。三、金雞獨立，左撇步，右腳抬起，兩手按掌。注意左腳外撇，兩手手指朝前向下按，提起右腳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右腳撇步，提起左腳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四、馬步按掌。馬步，腳趾朝前，大腿打開，兩手喺胯旁按掌，手指朝前，腰要直，頭要往上擰，兩眼平望，不能前俯或後仰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